马蹄吃里头，我的只瓜咖喱里面里苏瓜嘛的苏的只怕福利呢，耶稣都把这个台，一旦有这苏不的。对嘛呀，我的第一个书要哈十块比谁拉是我娘嘛对面是一点嘛我。白喽，阿了白呢福利呢，一年啥霹雳啥么福罗的北都养下的如是别都瓜别够，对嘛呢养下的福利的，侬那福禄里的啥嘛呢？一里么好？白个个你俺喽，福利呢一旦谁你是没？把下步嘞养下的没能咋说家大嘛北都谁嘛北，我嘞俺们福利学校你去了呢？福罗的一阿米呢，阿只说没结果，过去是福利的，你福利咋喽？我嘞你一年为就可嘞，一20天没得干我别这么喽。我嘞你咱们来呢，一妈妈嘞注意干嘛的超市。我的这个是有哈，我就带白瓜个是没带带个嘞。白喽，我台我的呢，你们啥没？也别的话，咱点数不没结果，与个你，咱们来的养哈有的个那么推我个喽。我嘞呢，别都过拉错支付个是养哈我的的个子喽。一窝嘞有的白瓜个带了是，咱们来带个呢，一妈妈带个也喽。我嘞呢，养哈一出牌不拉是，一时没办必带几十年，对个呢，耶稣带半个节喽。他妈的，耶稣把这个呢，一个瓜比荔枝是，或许学嘛力气的多瓜直接喽。老皮咖啡瓜店嘛，操作部他妈的胜利呢，这个学是一代花节喽。耶稣呢，离瓜比多了是操作错买的没个呢，一窝的学啥呢？一窝瓜嘛，那是偏说的现大例子喽。没烟台错牌部一代老师。这瓜那里青啊是面米没有，操作的看瓜几家子都无在一只那么一窝的几只。白喽，耶稣那一窝的。一窝鸡嘛吃，一窝的弄我里个咋？白喽，一窝里一的。我侬家这瓜爸爸我边边我你妈里做喽。白喽，一哩。我嘛他我的这个嘞。白喽，一年出租的木头时光，你那么推我个事，爸爸我边边我你妈如大事呢，木瓜瓜路是我就个呢，爸爸何时出牌不的个事呢，出牌不哩出租的不个喽，我嘞呢一娃子说咋不哩干呢，这两嘛一盒一米吃你弄苦怕比过上么喽。咱说呢，咱们这边咱女人马上耍从把咱哩我都入起着喽。结束哩出租的一节子电台，一年差别出牌不的李瓜对的支持，一窝的后台我把时光记着喽。出租的一节子个呢，一拿一天做哩我苦那么我几瓜带几时，没也没一天做哩我瓜掉喽。我嘞俺们出牌不知道嘛里呢，一路被口瓜被二啥锅茶台，明显得了是一来米的里的二里点喽。那荔枝西瓜耶稣呢，一路被台丝瓜学是一窝点瓜拉喽，一路被台丝瓜一学点嘛的出牌不么个呢，很的是不是哈俺喽？但是祝你糊涂了喽。耶稣呢，差别一窝的杀退了是。你不讲，我喽，他就。别干喽，其实嘞一点不个事。是跑，侬俺家一节的事，确实侬带过来那么我再给我个嘞。别喽，耶稣嘞。对。别个呢，其实呢，你瓜的眼里是，一节的是耶稣带过学的喽。我嘞俺们明显的嘛，绝嘛的么个呢，一周里呢很多两边干喽，我台一嘞。是跑，我带就着嘞。别哭喽，耶稣呢差别一来半去多了是，皮头的过个事呢。去年有时候，20年在家面了。白喽，一万年说李瓜对嘞呢，明显就拿了。
李国爹说呢，一代无的推是，努那就无啥病哦。白喽，一话李故事几个呢？给你啥类没挂起呀喽？我国爹说不，耶稣去了嘛？这个呢？一话嘞，我听没做了挂，拿出支付个是，那时候别说啊，这代一点挂火了喽。一话呢，一辈子没挂嘞，学那么一点历史，我的学话说啊，知道了喽。